过口的甲变数。人生有真侪代志，互咱袂按算得。原本我毋是要做作家的，尾啊，时代变迁，囡仔时我所梦想的，煞袂当实现。毋过到即阵倒转去想，嘛心息。我细汉就讲话袂清楚，大志佮兴趣，应该毋是口才热来的卡笑。想袂到即时会伫电台做节目，讲来甲我囡仔时代去学要做辩士所受的训练有关系。我出世的庄脚真善食，人类所有的愿望拢伫土里。冰土找食的，毋是简单找稻稳尔。人用犁低头这类的技师斗骹手，土冰了搁再冰，生出会互人活命的食物。有人冰忝啊，去外地找生路，会当规工骹手清气淡淡的日子，哪像天堂？乌相节啊，就是安尼才去做辩士的。伊毋是阮庄年的人，毋过庄脚就是庄脚，去到倒位就共款散甲互人着惊。伊是阮阿爸做兵的朋友，退伍了后，阁有咧相找。我读国校，要升4年的校热，伊穿甲真心实款，讲即阵毋是乌相。伊叫做李健，这是伊的辩士名。伊头摆正式也卖句做辩士，就是日本片《李健八千段》，毋则号这个名纪念。迄阵，阿爸拜托伊带我去都市学西仔做辩士。伊一世人歹命定，做人的大囝。爱留伫田里做土牛，毋过我这个后生真会读册，真乖巧，做事想拍算。乌相节啊，真正甲我考试，考什么哦？当然是考台语。这甲我即时阵选择用台语写作，应该有关系才对。听讲古早的电影。是有影无声的，需要有人解说剧情，互观众听。这就是辩士的起头。尾啊，有真侪西洋片、日本片，虽猛有声，毋过字幕看无的观众，也是需要人用台语翻译出来。辩士阁愈重要。乌相节啊，写几撮汉字。叫我用台语讲出意思，爱讲互阮姨仔甲阿公阿嬷听有，因拢简单听有台语尔。我需要甲即款的代志成功斟酌，过来才有法度讲过口的甲辩士发生什么代志。李建生的是伫二林街啊一间戏园做辩士，古早话戏园，即阵叫做戏院。简单二林街啊就有3间，通知影台湾人兴看戏的个性。一间戏园
上少嘛要有4个人，一个伫机房放影片，一个是同款伫机房的辩士，另外一个伫戏院外口的窗仔内卖戏票，上尾一个就是顾口的。人客要入场爱看票，若无大人带的囡仔就爱买半票。学生甲阿兵哥若无穿制服，就爱看证件，才会使买犹太票。顾口的拢会阁兼顾铁马，迄阵还无人驶车去看电影，连骑乌托邦的都真罕见。戏院边拢有搭一排边仔，互铁马骑，较袂淋雨晒日。铁马寄遐的时，5个人会甲3连单立一张搭铁马的手环顶，一张互寄的人保管，爱摕迄张单，才会当领铁马。最后一张就留咧做凭据，才知今仔日拢总寄几台，有几台铁马无人领转去。本地有一个阿伯专门咧寄车的，尾啊伤老破病，都无阁请人。放映师甲辩士是专门技术的，拢是查甫的，卖票是兼管钱的，工课轻巧责任重，拢是头家的人咧还。顾口爱甲人客计较，着查某囡仔较有耐性，工钱嘛免遐悬。阿兰自17岁起，就伫遮顾口，目一个年嘛3年啊。工课上爱甲人客面对面，真侪人捌，伫地方应该算是出名人。我头摆看到阿兰，是伫学校集体去看东京世运会的影片，要1000个学生入去戏院，一个1块。伊伫门喙算人头，舞甲规身躯汗。毋过伊面呢，还是笑容，敢若真欢喜学生去看这支电影片的款。李建生咧带我去的头一天，阿兰学老讲，李建生咧看的上目的，定着是真优秀的师仔。辩士就爱电影开始放，才有工课。我就伫戏院门喙，甲阿兰斗顾口，互伊去处理寄铁马的代志。庄卡戏院无时间清场，随时会当入场看线后场。上尾场做一半了后，就开戏院的小门，互无买票的会当入去看。民间所讲的捡戏尾，就是这款情形。阿兰寄铁马的工课处理了，专工伫戏院前买一签鸟来啊糖互我，答谢我斗骹手。看伊妖娇的笑容，连这10岁囡仔的我，都去互杀掉。